歡迎大家嚟到 Office Pro， 唔好忘記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第一時間收到我哋嘅更新。Word 表格轉換 Excel 不變形。如果將 Word 中嘅表格直接喺 Excel 中直接貼上，係會變形嘅。究竟可以點做？首先將 Word 檔另存為單一檔案網頁，開一個新 Excel 檔，直接將單一檔案網頁拉到 Excel 中。儲存 Excel 時，再更改存檔類型為 Excel 活頁簿。希望今日嘅介紹幫到大家，記得 like and share。